近日，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强调，春节期间东突厥散各民族需要融合，并开展旨在丰富该地区所谓中国文化的项目。根据天山网中文版报道，陈全国于2月18日召集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地区的未来工作。在当天的讲话中，他强调需要加强民族融合和所谓的新疆文化丰富工程。海外观察家将中国当局的计划视为公开的文化大屠杀，是对维吾尔人的同化和灭绝的企图。陈全国当天在会议上强调，有必要团结民族，团结为一个家庭，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融合，要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大力实施文化复民工程，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英国外相拉布警告，东突厥散的维吾尔集中营正发生大规模且有系统的违反人权情况，呼吁联合国应紧急遣派调查员进入当地。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拉布22日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说，呼吁解决中国、缅甸、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违反人权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专属办公室应启动对东突厥散集中营的调查行动。报道指出，拉布将表示，东突厥散的情况已超出能接受的范围，人权遭极度且密集的破坏，包括许多酷刑、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等措施正在大规模且有系统地进行。在经历连续数月的紧张之后，印度星期天宣布，印度同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从喜马拉雅山边境争议地段撤兵。印度军方宣布的中印双方撤军地段，就是两国军队曾发生激烈对抗，造成严重伤亡的班公湖地区。2月21日，中国国防部也发布消息称，中印两军于20日自莫尔多楚舒勒中方一侧举行了第10轮军长级会谈。会谈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军队已经完成从班公湖地区撤军。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已经就伊朗扣押数十名双重国籍的人士，已经开始与伊朗进行沟通。他批评伊朗的做法是彻底的暴行。伊朗近年扣押数十名双重国籍的人士，包括数名美国公民，主要针对间谍罪名。沙利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总统拜登政府的优先工作是希望让这些美国公民安全回家。据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放宽对伊朗实行制裁的可能性，以便恢复与伊朗就核协议的谈判。报道表示，现正着手研究放宽制裁的工作，但拜登政府坚持要首先重返谈判。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判违反缓刑条件案上诉失败，莫斯科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但略微缩短刑期。莫斯科上诉法院法官驳回纳瓦尼对2日判决的上诉，原判将他2014年在挪用公款罪名下获判的缓刑改为有期徒刑。欧盟各国外长计划于当地时间周一批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原因是称该国禁止批评克里姆林宫的阿列克西·纳瓦尔尼并镇压抗议活动。